早晨，大家好。今日由世紀也宇田地產 Judy 為大家介紹大埔區一個私人屋苑太和中心。呢個售面積係294尺嘅兩房單位。好，帶大家入屋睇睇。左邊係一個廚房，呢度可以擺放洗衣機、客飯廳。廳望出去係一個內園嘅景觀，房間有一個高身嘅大窗，光線充足。主人房呢度擺放大床。另一邊可以擺放高身嘅大衣櫃。呢度望出去係一個西南位，對面就係太和火車站。最後睇睇浴室，採用企缸，有窗，光線充足。太和中心位置優越，鄰近太和火車站，由呢度步行至火車站只需要數分鐘。附近有街市、食肆、百貨公司一應俱全。呢個單位業主意向係放賣，有興趣嘅朋友請向世紀21宇田地產查詢。多謝。